阿里山的花季對3月初10開始，今嘛櫻花大開，是吸引真濟遊客去看。林業自然保育署嘉義分署就表示講哦，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內底呢有31種的櫻花，也這櫻花會在4月初10之前來燒煞開花。看到阿里山工作站頭前的櫻王，樹頂的花開甲滿滿是，啥遊客佇樹腳來甲櫻花翕相。一蕊一蕊白色的櫻花，閣拄着好天，為3月初10開始是阿里山的櫻花季，都有真儕遊客安排行程，專工來阿里山看櫻花。就是它盛開的時候，滿滿的就整棵樹看不到葉子，都是櫻花的時候，覺得很震撼。然後這棵櫻花樹的那個樹幹也特別的大，就看得出它是很有歷史的。很漂亮哎，很棒，今年開得很漂亮。除了工作站頭前的櫻王，阿里山派出所頭前的櫻花樹嘛，攏已經開花啊。阿里山森林遊樂區的解說員指出，園區內底計共有31種櫻花，會在4月初10之前陸續來開花。藍點吉野櫻開完之後呢，會換大島櫻登場，之後會換重瓣櫻。所謂重瓣櫻就包含普賢象櫻啦、高砂櫻啦、五鎖櫻啦、一葉櫻以及那個枝垂櫻，都很漂亮。這個應該我覺得是開一般的，如果是滿開的更漂亮。專門記錄阿里山櫻花的列表書就表示，除了第1代當日開的櫻花，園區內底真儕所在，第2代櫻花樹嘛陸續開花咯。林業甲自然保育署嘉義分署指出，配合花季，阿里山有實施交通管制，而且山區日時甲暗時的溫度有差，民眾要來阿里山要做好準備。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。